各位同學，大家好。咁我今日咧就想要咧同大家一齊探討一個特別咧有趣嘅一個主題，就係我哋點樣透過分析詩詞嘅意境啦，去編寫出能夠讓 AI 精準生成對應畫面嘅提示詞。喺數位嘅時代裏面啦，詩詞唔再只係咧喺紙上面嘅文字，透過 AI 嘅技術，我哋可以將嗰一啲飄逸喺意境當中嘅情態咧去活起嚟，變成咧我哋可以用肉眼見得到嘅畫作。但係要做到呢一點咧，其實個關鍵就係在於我哋去掌握正確嘅詩詞意境嘅分析方法。接下來我哋咧就會從3個方面咧係去一步步展開呢一個學習。首先，我哋需要咧明白詩詞嘅意境同呢一個 AI 生圖嘅一個核心嘅聯繫。詩詞嘅意境係透過文字嘅堆砌嘅一個感官體驗，比如王維筆下嘅空山新雨後，我哋讀到嘅時候能夠感受到山間嘅清涼同埋空闊，但係 AI 生圖需要嘅係明確嘅視覺元素嘅指令。佢冇辦法咧可以直接理解抽象嘅情感，所以咧只能夠根據具體嘅畫面描述嚟去生成圖像。所以第一個嘅核心任務就係我哋要去拆解詩句裡面嘅可視化嘅要素，再去補充一啲氛圍同埋風格嘅細節，最後咧就轉化為 AI 能夠理解嘅一個具體描述。而實現呢一個嘅任務嘅核心方法，就係我哋今日咧要重點學習嘅4步分析法啦。接下嚟，我哋咧就去詳細拆解一下呢一個嘅4步分析法。每一步咧都會結合具體嘅詩詞例子啦，讓大家咧更加容易理解同埋掌握。第一步，找出核心意象，確定畫面嘅主體。意象咧其實係詩句裡面嘅具體人事物，就好似月亮、楓葉、孤舟，佢哋係構成畫面嘅一個最基本嘅底盤啦。如果將 AI 生成圖像比作為起屋，咁樣核心嘅意象咧就係屋嘅係梁柱啦。冇咗佢哋，咁畫面咧亦都無從談起。咁具體嚟講，要點樣操作呢？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圈出詩句裡面可以被我哋看得見嘅一啲實體詞，排除嗰啲抽象嘅情感詞，比如愁啊、寂寞啊呢一類嘅詞語，因為咧佢哋冇辦法直接轉化為一啲視覺嘅係畫面，需要我哋後續咧透過其他嘅元素間接係去體驗㗎。接住嚟，我哋就以王維嘅《山居秋暝》當中嘅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詩句為例，大家仔細咁讀下呢兩句，揾出裡面嘅實體詞。空山係具體嘅空間事物，新雨係剛落完雨，能夠見得到濕潤嘅痕跡。傍晚嘅天色係可以見得到嘅時間景象。秋景雖然籠統，但係我哋可以進一步細化，成為秋樹、秋草，呢一啲就係詩句裡面嘅一個核心嘅意象啦。而對應到 AI 嘅提示詞，我哋就可以將呢一啲嘅係核心意象具體描述出嚟。比方好似畫面主體係空曠嘅山間，地面留有呢一個嘅係新雨濕潤嘅痕跡，周圍佈滿咗帶有秋意嘅草木，天色呈現傍晚嘅淡藍色調。我希望呢一個畫面係有一個中國嘅古風嘅意境嘅，咁所以咧我個風格就設定為呢一個古風意境畫啦。長焦鏡頭長寬咧個比例咧就係3:4，咁樣一嚟，AI 就能夠好明確知道到畫面嘅主要內容係乜嘢啦。
咁我嘅製成品呢，就係右圖大家所見嘅畫面。好啦，第二個步驟係乜嘢呢？就係分析修辭同埋感官，去強化嗰個畫面嘅層次。找住核心意象之後，畫面有咗基礎，咁但係咧仲係唔夠生動㗎喎。好多時詩詞咧會用一啲比喻、擬人，還有視覺、聽覺、觸覺呢啲嘅感官描寫咧嚟到增強意境。我哋就需要將呢一啲非視覺嘅體驗轉化為視覺嘅線索，讓 AI 生成嘅畫面咧更加有層次感。具體嘅操作咧有兩個嘅關鍵。第一個就係變形修辭啦，比如月如鈎呢一度用咗比喻，我哋就係要將月嘅形狀具體化成為呢一個嘅係鈎狀嘅一個彎彎嘅月亮。第二就係要轉化感官，就好似寒蟬鳴一樣啦。寒其實係一種觸覺，我哋冇辦法直接讓 AI 去呈現寒嘅感覺，但係我哋可以透過視覺嘅補充，例如瘦弱嘅蟬停留喺呢一個枯枝上，就能夠間接體現出寒嘅氛圍。咁我哋咧接住落嚟就以柳永嘅雨霖鈴、楊柳岸、曉風殘月作為一個嘅例子。我哋先試下去揾出修辭同埋感官元素。殘月係視覺上指不完整嘅月亮，曉風係一個觸覺，可以讓我哋感受到微涼。但係呢種嘅微涼點樣用視覺呈現呢？我哋可以透過柳枝輕搖嚟去體現。風吹動柳枝，間接咁樣讓人感受到風嘅存在同埋涼意。所以對應嘅 AI 提示詞就係河岸兩旁種滿楊柳，柳枝隨住清晨嘅微風輕輕搖擺，天空掛住一彎不完整嘅殘月，光線昏暗柔和。中國古風嘅意境插畫，長寬比例亦都係3:4。大家睇下右手邊嘅圖像，咁樣嘅描述係咪比起單純嘅核心意象更豐富呢？畫面感亦都會更加強烈啦。第三個步驟就係要去還原時間同埋空間，設定一個畫面嘅場景。有咗主體，有咗層次，接下嚟我哋就要確定畫面嘅時間同埋空間，咁樣亦都係明確何時何地，讓 AI 生成嘅場景呢，先至會變得更準確。意境其實離唔開具體嘅時間同埋空間，就好似我哋拍照片咁樣，要確定係乜嘢時間、乜嘢地點去拍，先至可以拍出呢想要嘅效果。而操作嘅方法亦都分兩個方面。關於時間，我哋可以喺詩句裏面揾出時間詞，比如夜晚、春、曉呢一啲嘅字眼，然後我哋去補充相應嘅光影。比如夜晚，我哋可以補充為暗藍嘅天空、星光；黃昏就可以補充橘紅嘅係晚霞、斜陽。關於空間，我哋要確定地點範圍，比如提到江邊，我哋可以補充江水、岸灘、遠處嘅船隻，讓空間係更具體。喺呢度，我以張若虛嘅《春江花月夜》當中嘅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為例。先睇時間，詩歌裏面有明月，通常明月出現喺夜晚，所以時間係晚間。再睇空間，春江、海，話俾我哋聽地點應該大概就係喺春江同埋大海嘅交匯處。基於呢一啲嘅係提示，我哋咧嘗試去諗下 AI 嘅提示詞可以咁樣寫：
夜晚嘅春江潮水同大海連成一片，水面平靜無波。一輪嘅圓月從海平面慢慢升起，掛喺天上。月光倒映喺潮水當中，形成咗銀色嘅光帶。我希望畫面係一個古風嘅意境，咁所以我設定嗰個風格係一個古風意境畫，長寬比例亦都係3:4。咁樣嘅描述 AI 就能夠好精準去生成一個夜晚嘅江海嘅一個景緻畫面啦。最後一個步驟就係補充氛圍同埋風格，去優化我哋嘅畫面質感。經過前面嘅3步，畫面嘅主要內容、層次、場景都有啦。但係要讓畫面更加貼近詩詞嘅意境，仲需要最後一個步驟，就係補充情感嘅氛圍同埋藝術嘅風格。就好似給畫面係加上一個濾鏡一樣，優化畫面嘅質感。具體嚟講，氛圍要從詩句裡面嘅情感當中去推導。例如柳宗元嘅係孤舟蓑笠翁，從孤字我哋就能夠可以感受得到孤寂清靜嘅氛圍。咁至於風格我哋就要根據詩詞嘅類型嚟去選擇啦。比如唐詩裏面嘅山水詩，適合嘅係中國嘅水墨畫風；宋詞裏面嘅婉約詞就更加適合一種柔和嘅水彩風啦。喺呢度，我哋就用柳宗元嘅《江雪》作為一個例子。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我哋先去分析氛圍，孤舟、獨釣都能夠體現出孤寂清寒嘅感覺。再睇風格，呢一句詩描寫嘅係雪景，水墨畫嘅黑白意境就好適合呈現呢一種清寒孤寂嘅感覺，所以風格我就設定為水墨畫。而整個嘅對應嘅 AI 提示詞就係中國嘅水墨畫風，一片嘅白雪覆蓋咗江面，一艘孤獨嘅小船漂浮喺當中，船上面有一位嘅係戴着斗笠、穿着蓑衣嘅老翁獨自垂釣，四周空無一人，畫面係顯得冷清靜默㗎。大家體會一下呢一句嘅提示詞生成嘅畫面，喺右圖所見係咪好符合江雪嘅意境呢？學完咗4步嘅分析法，接下嚟我哋就通過幾個嘅實戰練習去鞏固一下我哋所學嘅知識，從詩句到提示詞嘅一個完整轉換，睇下大家能唔能夠熟練運用到呢4步，將詩句轉化為 AI 生動提示詞呢？實戰練習1。黃渤嘅《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首先第一步，我哋要找緊核心嘅意象，大家從呢個詩句裏面找出一啲可見嘅實體詞啊。冇錯啦，我哋應該會揾到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呢一啲都係呢2個句子裏面嘅核心意象。第二步，我哋去分析修辭同埋感官。齊飛明顯係描述咗動態，呢個係孤單嘅野鴨同埋霞光同方向飛翔嘅表現。共一色係色彩上面嘅呈現嘅係秋水同埋天空皆為呢一個嘅淡藍色。第三步，還原時間同埋空間。時間方面，我哋會見到有落霞，所以係黃昏。空間方面，佢提到秋水、長天，所以係江面同天空交界嘅地方。
至於氛圍同埋風格就係第4步啦。呢一個嘅詩句描寫嘅景象係好遼闊㗎，所以氛圍我哋就設定為遼闊柔軟。從詩嘅風格嚟去睇，我哋會覺得呢一個兩個句子利用呢一個中國嘅工筆畫風就會比較吻合啦。工筆畫能夠細膩去呈現出景物嘅細節。嗱，咁綜合呢4個步驟咧，我哋最終嘅 AI 提示詞就係中國工筆畫風。黃昏時分嘅江面，粉紅色同埋骨色嘅落霞喺天空中飄動，一隻孤單嘅野鴨同晚霞一齊飛翔，江水清澈，同淡藍色嘅天空連成一片，色彩統一和諧，畫面遼闊柔軟。生成出嚟嘅畫面就好似圖中所見啦，係咪都幾能夠配合到嗰個嘅詩句呢？好，第2個嘅練習，一個好耳熟能詳嘅詩句，李白嘅《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同樣按照4步嚟去分析。第1步，揾出核心嘅意象，我哋可以揾到嘅係床前、明月光、地面、遊子，呢一啲都係呢2個詩句嘅實體元素。第2步，我哋要去了解嗰個嘅修辭同埋感官。疑是地上霜用咗比喻，視覺上呈現為月光如霜般潔白鋪滿地面。觸覺喺呢度裏面呢，我哋會見得到個霜字呢係暗含清涼嘅觸感啦。我哋可以透過遊子果敢呢一個嘅衣袍呢嚟去體現呢一份嘅清涼。第3步係時間空間，時間上有明月光，而且係床前嘅景象，通常呢就係指緊深夜啦，明月高掛。空間上係室內床前加上窗外嘅庭院，咁我哋可以透過窗棂、庭院內嘅枯樹嚟去呈現窗外嘅景象。第4步係氛圍同埋風格，呢一首詩係李白嘅思鄉作品，所以氛圍係孤寂思鄉。風格上，水墨淡彩嘅畫風呢，就能夠好好咁樣去烘托呢一種冷清又帶有思緒嘅感覺，所以我就將佢確定為中國水墨嘅淡彩風。嗱，咁最後嘅 AI 提示詞，我寫嘅就係中國水墨淡彩風。深夜室內嘅床前，潔白嘅月光透過木質嘅窗棂灑落，地面鋪滿咗如霜般嘅月光。床邊企咗一位裹緊衣袍嘅遊子，佢手持蠟燭望向窗外，院內呢可以見得到有幾株嘅枯樹，天空掛着圓月。畫面係顯得冷清，帶有一份思鄉感。生成嘅畫面就係我圖中所見到嘅係畫面啦，係咪都幾能夠配合到李白靜夜思嘅意境呢？好，接住落去呢，就係最後一個練習，就係李清照嘅《醉花陰》。莫道不消雲，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咁我哋第1步呢，亦都係揾出個核心意象。咁我哋可以揾到嘅係窗簾、西風。咁窗簾、西風，我哋可以透過竹簾微微掀起去體現啦。黃花亦都係菊花。女詞人李清照坐喺呢桌前。咁桌上面應該會有啲嘢㗎，咁我可以去設定為有嘅係書卷啦，同埋酒杯，呢一個嘅係酒樽。好啦，第2步係修辭同埋感官。人比黃花瘦喺呢度用咗對比，
視覺上呈現為女詞人佢嘅容顏憔悴、身形纖細，同菊花嘅纖弱嘅樣子、枯萎嘅樣子係相對應㗎。西風帶有呢一個嘅清涼嘅觸覺，我哋可以透過女子抬手輕按呢一個嘅係衣袖，指尖觸及小臂時候嘅微微失縮、眉尖輕觸嚟去體現。第三步就係時間空間。時間上面，西風經常係同黃昏搭配，而且後面有夕陽斜照嘅暗示，所以時間我哋設定為黃昏。空間上面係室內嘅書齋，咁我哋可以補充喺書桌上面會有呢一個插住菊花嘅係花樽啦，窗外有殘菊嚟去豐富嗰個空間嘅細節。最後就係第四步氛圍同埋風格啦。李清照呢一首詞充滿咗佢自己嗰份嘅孤寂凄清嘅情感，所以氛圍上面我設定係孤寂凄清。風格上，我覺得細膩嘅工筆畫風就最能夠細緻描繪出李清照嗰種嘅神情同埋室內嘅細節，而且色彩呢亦都係偏冷，能夠呢係烘托到嗰種凄清嘅氛圍，所以風格我就確定為中國細膩嘅工筆風，色彩係偏冷㗎。好啦，對應嘅 AI 提示詞就係咁樣啦。中國細膩嘅工筆風，黃昏室內嘅書齋，木質桌案上面呢擺住呢一個嘅係插住菊花嘅花樽，打開呢一個書卷同埋半盞嘅係殘酒，一位呢身形纖細嘅係女子啦，坐喺案前，眉頭輕觸，竹簾被西風吹起，女子抬手輕按衣袖，指尖觸及小臂時候微微失縮。窗外可以見得到幾株嘅殘菊，夕陽斜照進入室內，畫面係顯得凄清孤寂。大家望下喺我右手面嘅呢一幅嘅係圖畫生成出嚟嘅係圖像，係咪都好能夠配合到醉花陰當中嘅意境呢？同學通過呢幾個嘅係練習，相信大家對於四步分析法已經呢有咗一個更深入嘅掌握㗎啦。其實分析詩詞意境並且要編寫 AI 嘅生圖提示詞，唔單單係一項嘅技術，更係一種深入理解詩詞嘅一個方式。喺呢個過程裡面，我哋能夠更加細緻咁樣去品味詩詞嘅文字之美、意境之妙，同時能夠借助 AI 嘅技術，讓古典嘅詩詞煥發出新嘅生機。接下嚟，大家可以自己揾一啲喜歡嘅係詩詞，試着用今日所學嘅四步分析法嚟去分析，並且編寫 AI 嘅提示詞。呢一堂課完咗之後，我哋亦都可以一齊交流分享。希望通過今日嘅課堂，大家都能夠成為連接古典詩詞與現代 AI 技術嘅小橋梁，讓更多人透過畫面感受到中國詩詞嘅獨特魅力。今日呢一堂課就到呢一度，多謝大家。